求主你引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。恳求你甲我大个保护，假使我言行欠比是正，赞我家己遵守你诫命，予我伫黑暗中做光明，对这因怎是迷人，这是我人生的愿望。各位兄姐平安。我们今天要读的是歌罗西书2章1到10节，在基督里受建造。首先我们来看第2章第1节。第2章第1节，我希望你们知道，为着你们和老底嘉人以及许多还没有见过面的人，我尽心竭力的工作。保罗在1章25节到29节陈述了自己的职分后，也就是25节讲的25节，为了你们的益处，上帝把这任务交给我，使我做教会的仆人。这任务是要我充分地把上帝的信息传开。这节再次地将焦点转回1章21节到24节所提的你们。1章21节，从前你们由于邪恶的行为和思想远离上帝，做了他的仇敌。我希望你们知道，这是古代书信的习惯用语，用以提示收信的人接下来将有重要的信息和教导。有时也会用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样的用语，都是在提示收信的人接下来将有重要的信息和教导。2章1节的后段，为着你们和老底嘉人以及许多还没有见过面的人。老底嘉位于哥罗西的西方约18公里的地方。哥罗西和老底嘉这一带的教会应该是由保罗的同工以巴弗所建立的。这个是在说第1章第7节，你们是从我们亲爱的同工以巴弗学习到这福音的，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仆人，因为保罗未曾亲自前往该处。哥罗西书22节，我要使他们得到鼓励，能够以爱心团结，有那从真知灼见所产生的充足信心来认识上帝的奥秘。这奥秘就是基督本身。我要使他们得到鼓励，这个他们是指2至1节所提的哥罗西、老底嘉及其他保罗未曾谋面的外邦人。得到鼓励是要让收到信的人的信仰巩固坚立，以对抗花言巧语的诱惑。有那从真知灼见所产生的充足信心来认识上帝的奥秘，这奥秘就是基督本身，是指让信徒对辨别事物的对错有能力，有十足的把握，因此认识上帝的奥秘也就是基督。第3节，他是开启上帝所储藏的一切智慧和知识的钥匙。这里的他是指基督。在1章26跟27节有提到，上帝在基督里向外邦人显明了过去所隐藏，如今显明出来的奥秘。这节是以宝库的意象谈到一切智慧和知识都藏在基督的这奥秘里。此处暗示人需在基督里寻求智慧和知识，应该是为了要批评接下来2至8节所提的，不是根据基督的教导。第4节，我说这话，免得你们被任何人用花言巧语把你们引入歧途。花言巧语在希腊文中是指具有说服力，却是似是而非的言论。保罗在此提到花言巧语，应该是为了下文对偏差教导的驳斥，如2章8节、2章11节
还有16节到18节，还有20节到21节。第2章8节说，你们要谨慎，不要被虚妄的哲学迷住了，因为那种学说是人所传授的，是根据宇宙间所谓的心术之灵，而不是根据基督。第5节，虽然我的身体不在你们那里，我的心却跟你们在一起。我很高兴能够看见你们循规蹈矩，并且对基督的信仰有坚固的基础。虽然我的身体不在你们那里，我的心却跟你们在一起。保罗未曾亲自前往哥罗西教会，但是他在1章3节跟9节提到，他时常以祷告来表示对他们的关心。能够看见你们循规蹈矩，并且对基督的信仰有坚固的基础。有学者认为，保罗在此使用了军事的意象，呼应1章3至5节以及1章8节，将哥罗西教会比喻为纪律严明、坚守信仰的军队。此处更可能只是呼应1章3节到5节以及第8节所提的对哥罗西教会的信徒生活见证的描述，不必然使用的军事的意象。在基督里完整的生命。第6节，既然你们接受基督耶稣为主，你们的行为就必须以他为中心。既然你们接受基督耶稣为主，在保罗的书信，接受多用来指继承基督信仰的传统。这一节指出，收信人以继承了基督耶稣为主的这信仰的传统，就是第1章15节到20节所提的，基督是创造与救赎之主的信仰。因此他们已在基督这位主的权柄之下，提到收信人继承的上述的传统，应该是要与2章8节所提的人间传统形象成对比，暗示那些偏差的教导用其他东西代替了对基督主权的顺服。你们的行为就必须以他为中心。希腊文是指在他里面，或是行在他里面。他是指基督，行是指行事为人。这里应该是呼应1章15节到20节爱子颂里面相同的用语，就是要指出，既然一切的创造与救赎都在基督里面，1至16节、17节跟19节，信徒的行事为人也必须在基督里。第7节，在他里面扎根生长，建立信心。你们就是这样受教的，你们也要充满着感谢的心，在他里面扎根生长。这里再一次提到在他里面，对照2至6节以他为中心的注释。扎根为农业的意象，是保罗书信中经常的用语。建立信心，你们就是这样受教的，应该是指当信徒照着所教导的活出与基督相配的伦理生活时，就证实他们所继承的信仰是真实有效的。哥罗西教会应该是受以巴弗的教导，接受了基督的信仰。你们也要充满着感谢的心。保罗在1章3到4节曾经为哥罗西的信徒的信心与爱心感谢上帝，在1章10节、12节也为他们的行事为人祈祷，愿他们能欢欢喜喜地感谢上帝。两处的感谢都和信徒的伦理生活有一定程度的关系，在此信徒向上帝的感谢增长，较可能与他们在基督里生根建造，并在伦理实践中证实了他们的信仰是真实有关，照着你们被教导的在信仰上得到真实。第8节，你们要谨慎，不要被虚妄的哲学迷住了，因为那种学说是人所传授的，是根据宇宙间所谓心术之灵，而不是根据耶稣。这一节是提醒收信人，有人有不照着基督而照着人间传统的问题，并以此引介2章9节到19节的教导。2章9节到15节指出什么是照基督的信仰。
2章16节到19节是指出不该跟随的人间传统。希望的哲学是指一套宗教或思想的体系，本来是用来指称希腊、罗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，是希腊、罗马所尊崇的学门。因此，新约时代的犹太作家会借用哲学这个词来称呼犹太教的信仰。许多术士和新兴宗教也会称自己的教导为哲学。此处提到的哲学有2种可能的原因。第一个，本节所批判的对象可能是以哲学来抬高自己的教导。第二个，保罗可能要以此表达这些偏差的教导不过是来自异教的哲学。无论如何，保罗均指出这样的哲学是虚空的妄言，或是说是空洞的谎言，是没有内涵、没有可靠基础的言论，与跟1章第5节真理的道相对，而不是根据基督。保罗在2章6到7节劝勉哥罗西信徒要在基督里生根，这里是提醒他们有人所根据的不是基督，而是人间传统。这里的人间的传统可能跟犹太教传统有关，也跟当时的希腊与罗马的社会习俗的影响有关。第9节，因为上帝完整的神性具体地在基督里。第10节，而你们跟基督连结，也得到了丰盛的生命。他是元首，超越一切灵界的执政者和掌权者。保罗坚持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。这个陈述和1章19节十分相似，都是在强力的坚持基督完全实在的神性，这样才能确实地回答那些异端。上帝并不是可以区分上下的一整系列的天使的存在，而是在一个人格，基督的人格，或是一个有机体，并且正因为完全的神性居住在基督里，因此它可以让人达成一种完全的宗教经验。而你们跟基督连结，也得到了丰盛的生命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你们不需要在别的地方寻找救赎，因为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，是远远超越任何天使的能力的。以上是今天哥罗西书2章1节到10节的共读。愿上帝祝福各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爱我们，拣选我们作为你的儿女，因着信靠你，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也愿我们照着所教导的，活出与基督相配的伦理生活，来证实我们的信仰是真实有效的。在一天的开始，求你保守我们出入都平安，保守我们身体健康，工作有你的祝福。我们这样祷告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困求主你引带我脚步，若无我不敢家己来行。困求你甲我带个保护，假使我言行欠比是正，赞我家己遵守你诫命，予我伫黑暗中